3年前的过年暝，对桃园龙潭姓王的一家人来讲，是人生当中上界悲惨的一暝。因为上细汉的小弟53岁王仁贤破汽油放火烧厝，烧死6个亲人，事后无一点仔反悔，甚至阁甲亲人呛讲闹轮回，要阁继续抬，要阁甲因抬掉。这个案件为1审、2审到高等法院经1审，拢是判死刑。完全没有悔意啊！没有。死刑犯王仁贤讲出这2字，互所有人拢会惊。2016年2月17日，这个为罗梅更加互因永远无法度放袂记。我的父亲和母亲啊，还有我的这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在2、3分钟里面，全部都离开了。大家拢想袂到，讲出来排第5这个小弟王仁贤，会伫为罗梅一家伙团圆的时阵，想要用火烧死所有人。我们吃饭吃到一半了，闻到汽油味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有叫他来吃饭了，他没来了。哎，那什么人没来？就是小弟纵火的那个。王仁贤伫围炉前1天就穿好20粒的汽油，出来吊工等所有亲人准备要食围炉饭的时阵，伫厝内厝外拢破汽油，甚至向伊的爸母甲其他亲人身躯破汽油。所有人挤伫客厅无路通走，坐伫轮椅顶面80几岁老爸老母甲一对孙仔要孙仔的某，看护一家伙6个人拢总无命。陷害别人，小心楼梯，而视为理所当然。小心，你完全没有悔意啊！没有。什么样狠毒的事情都做得出来，包括就是说我们父母这种帮他妈妈这种帮他洗衣烧饭，一辈子做到86岁，但是他觉得他最恨的就是妈妈。但是一辈子帮助他就是妈妈，再怎么样被他这种骂，这种脾气骂，我妈都是站在一个这种包容的立场，因为是自己小孩。排第3这个王仁君，伊的后生查某囝，这个年过煞大学就要毕业啊，想袂到讲伫围炉的时阵，因为因阿直放火烧掉少年的性命，连因某嘛被烧成重伤。王仁君1年之间失去爸母、后生查某囝，对伊来讲这是一个无可能的悲苦剧本，心内是唔甘愿、唔甘不服，甲无想要承认。不只是除夕夜，而且是每天每夜，其实都要面对这种小孩子这种离去的这种绝望、这种的心情这样。王仁贤对亲人莫名的仇恨，早伫犯案进前就留伫个房间的壁顶，甚至伊个等我等下为1审、2审到高院的经1审，拢被判死刑。不过唔捌有后悔加悔失礼，甚至当庭呛因大兄要对杀因几摆轮回。一定是维持死刑啊！我们家属的先生一定是这样，他一点悔意都是没有。烧亲人的惨案经过3档外，当时承办的员警刘伟成已经调离龙潭派出所。不过当时案发现场的惨况，加嫌犯王仁贤对厝内人冷血的程度，在几10年的员警生涯中，已经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抓到他，我们带到他的时候，我有跟他讲说，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？他有问我说死了谁？我跟他说爸爸妈妈哦，你的孙子侄子那些。然后他讲到一个看护，台湾籍的看护，他竟然跟我讲说，他对台湾看护最不好意思，好像觉得说他爸爸妈妈的事是死有余辜，这种话让我觉得说，真的太夸张了，而且他对他那些家人的事完全都没有悔意啊。每1年为罗梅变成往家人上界艰苦的时刻，对着被判死刑的亲小弟王仁君已经无话通讲啊！因为这世人的兄弟情，早就随着这把火拢烧了啊！我也希望法律能够替这种世间的人来讲，能把守最后一个天理公道的一个最后防线，也让死去的人觉得能够安息。